大家好，歡迎收睇今節嘅天氣節目，我係岑奕琳。今日嘅天氣都幾熱下。首先睇一睇大範圍嘅衛星雲圖。廣東沿岸今日嘅雲量唔算太多，所以喺晏晝由維港望出去，雲與雲之間都見到呢啲罅隙，亦都見到唔少嘅陽光。至於氣温方面，香港普遍地方嘅最高氣温都上到去33度，新界更有啲地方上到34、35度。而由雷達圖像，我哋亦都見到受到西南氣流嘅影響，珠江口附近都有啲雷雨區嘅發展，影響到我哋。所以晏晝新界有好多地方都錄得超過10毫米嘅雨量，而上水一帶嘅雨量更加超過70毫米。我哋預期嚟緊2-3日，受到活躍嘅西南氣流同埋高空擾動嘅影響底下，廣東沿岸會有大驟雨同埋狂風雷暴。大家就要注意天氣嘅變化啦。我哋要去到下個禮拜中至後期，驟雨先會開始減少，天色好轉。所以今晚去到聽日詳細嘅天氣預測會係大致多雲，有幾陣驟雨。聽日嘅驟雨會逐漸增多，同埋有狂風雷暴。部分地區雨勢會較大。氣温方面係會介乎27至31度。風方面係吹和緩嘅西南風，離岸風勢間中會係清勁。至於展望方面，我哋預期嚟緊嘅2-3日雨勢有時會頗大，同埋有狂風雷暴。要去到下個禮拜中至後期，驟雨就會逐漸減少啦。多謝大家收睇今節嘅天氣節目，再見。